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今日节目当中，话名因有些单元要甲咱大家来分享安怎来读圣经。圣经这个新旧约有66卷，会当讲是一本真高的经典。既然知影讲伊对咱人有足大的帮助，那呢，咱要来读这个圣经呢，其实呢，将要向咱大家来介绍研读圣经的方法。但是咱首先呢，要先来确立几项基本读经的态度。安尼咱若咧读圣经才袂浪费时间，也比较有高效有效益。咱想看觅，咱观察到一个件作品咱分析了一件代志，因为角度无同款，结果呢，伊的结果也可能无同款，甚至呢，会感觉讲会互相矛盾甲冲突。圣经内面有真侪人物、事业，甚至教训，咱应当存什么种的态度来读呢？才会当来符合着真神要赐予咱的信息，来得到造就呢？所以伫咱要读圣经咱一定要知影咱来听老师伫约翰福音第3章的第3节，耶稣对尼哥底母来肯定讲人若无听老师，就袂当见真神的国。袂当见真神的国，就是讲我都来明白圣经啦。因为人必须要接受赦罪洗礼，甲圣灵的更新，安尼才当拥有一粒新生的心。伊甲亲像红叶爱无灵的共款，显较无真理。这是一件真自然的一件代志，因为灵性的智慧也要渐渐来成长，爱看是毋是有以真理成做咱的至宝无。若安尼，咱愈伫这方面来下功夫，来精心研究圣经真神的话语呢，就要成做咱每一日袂当欠少的粮食。就亲像一位学者伊欠少了这个属灵的生命，就讲伊有丰富的智慧，对于明白真神的信息就无啥帮助咯。因为安尼，丁头生是研究圣经、读圣经的一个足重要的条件。保罗伫还未定老生以前，就讲还未信主以前，伊是一位做学问的学者，伊熟悉律法，但是呢，这对伊一点益处嘛无啦。所以伊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50到第70讲我第8天就受了割礼啊。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来讲呢，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来讲呢，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以前也做较有益处的，我现在拢因为耶稣基督拢当作有损害。但是当伊定老师了后，伊对真神话语的领受呢，就无同款的感受咯。伊伫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12节，伊就讲啦，讲兄弟啊，我甲恁讲，我所来所传福音，毋是出于人的意思呢，因为我毋是对人领受的，也毋是人教导我的，乃是对耶稣基督启示来。对这咱当看到讲，顶头生的人呢，有圣灵的启发，就当正确来明白圣经的话。咱过来继续讲，咱应当要用什么态度来读圣经呢？就咱要有圣洁的心，真神的道理呢，会当洁净人的心灵。但是要领受的时阵人同款爱安静，用一个清气的心来研读。就像雅各书第1章21节内面顶面甲要求的，所以恁爱脱去一切误会，甲村内的邪恶，来存温柔的心来领受迄个灾情的道，就是迄个当救恁灵魂的道。安尼当咱读到这个圣经当中所记载，迄个真做咱感慨的代志就会提醒着家己，袂讲去甲批评，也毋是讲摕家己做毋对的代志来真做借口而且当咱愈来愈明白圣经道理的时阵，就会当以圣经的教示做咱生活行事的准则啦。毋是利用这个知识去甲人争论啦，或者是攻击别人。圣经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的第1节，咧甲咱提醒啦，讲恁毋好论断人。咱会当善用这个真神所得的智慧，来分别一切是非善恶，存清气正直的心，才会当对圣经读经当中得到更较大的造就，也会当赢过世界上有真侪罪恶的引诱。
曾经有一位学生爱考试作弊，就是偷看。伊掠做讲已经成功啊，看过啊。伊可无想到讲，当伊伫咧读正经灵修的时阵，真实的却接到约音第8章44节内面指出伊的罪来。恁是出于恁的老爸魔鬼，因为伊本来就是讲骗贼的，也是讲骗贼人的爸。伊知影家己偷看作弊是无应后神，就向老师来认罪。伊经历了真神借着圣经来造就了伊咯。咱另外一方面，咱讲咱应当爱存什么态度来读圣经呢？就是爱热诚。对一个热心追求的信徒来讲，好的方法敢若亲像师傅手中好的工具。对于冷淡追求的基督徒来讲，方法毋是互伊会当得到长进的，因为咱需要有一个热爱着圣经的心。咱若是偶然趣味长熟读圣经，咱就无产生了这个果效。因为安尼一个真正对于这个真理有饥渴的人的心呢，一定会过着一个有规矩的生活。伊必须知影讲代志的优先顺序，互这个读经者做伊每一日得较读的功课，养成了继续无长的读经的生活。伫这个以斯列记第7章的第10节，则咧讲以斯列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真神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互因成做一个复兴选民信仰的好仆人。美国总统林肯伊伫10岁的时阵，已经读过了圣经3遍啦。伊展现了甲一般人无共款的恒心啦、毅力这圣经的真理成做伊解放了这个乌人运动，甲战争当中上大的条啊！伊讲了一句名言，伊安尼讲：咱徛伫真神这边，就得较得胜。所以立志加上恒心，得较会当读完规本的圣经，并且对当中得到生活工作的原则甲力量。恒心是一切工作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圣经是一本真教的经典。毋是一两工或者是几个月就可以一口气甲读完，而且中间有真侪经文比较较难以明白的，而且看起来较讲足古素无味，做成咱读经的障碍。因为安尼咱需要恒心，无惊艰难，才会当慢慢甲读落去。你当更较明白，更较侪，并且呢有兴趣继续读落去，所得到的造就也愈来愈侪。原来真神的好仆人呢，不但灵命爱顶头生，并且对真神的话呢，嘛爱热诚所以所学的这个读经方法呢，咱才会当产生果效。咱是要遵照什么态度来读圣经呢？第4项咱要遵照敬畏的心。安怎讲呢？敬畏真神是智慧的开始达到对真神来的智慧，才会当领会到真神的代志。有一寡人掠做讲研究圣经只要靠着天生的智慧，甲人为的努力，就可以来领悟到真神奥秘的智慧。实际上，伊永远一点都毋知影。这奥秘的智慧，伫哥林多前书2章7到第8节内面咧讲，就是讲真实的万事以前预定，互咱得到荣耀的。像讲新约时代，文书殷勤咧研究圣经，知识真阔，会当讲是足歹甲伊比的但是因所知影，只是圣经的字面的意义，因摸袂到圣经的真意，也找袂到永生。因自以为是所以会互人远离了真实的救恩。独独有谦卑来就近真神，才会当得到智慧的心。像主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250节所讲的，真神将这代志向聪明通达的人都藏起来，来向红眼呢都显明出来。意思讲，向谦卑的人都显明出来。因为安尼敬畏真神的人这是一粒受教的心。真神呢会开启着咱属灵的智慧、属灵的耳孔，互咱真正会当领悟着真理的奥秘啦。约伯伫患难当中对迄个无知回转到敬虔的地步，就领悟着讲这个真神的同在。所以伊伫约伯记16章17节到19节讲，我的手中
却无强暴，我的祈祷呢也是清气。地啊，莫惹看我的火，莫阻挡着我的哀求。现今伫天有我的见证，伫顶面呢也有我的中保。所以伊立志要过着敬畏真神的生活。因安尼，伊伫约伯记23章11节12节就讲我的脚追随着神的脚步，我谨守着神的道，并无偏离。神喙唇的命令呢，我毋捌违背。我看重伊喙中的言语，赢过我使用饮食。约伯就是安尼。另外上面，咱免啊遵照什么种的态度来读圣经呢？第5项就讲咱爱顺服啦。假使讲咱想要读圣经，咱必须爱遵行真神的旨意。主耶稣讲，人若立志遵行伊的旨意，就即个要知影这个教训是出自真神的，或者是凭着家己讲的。人若无顺服神的话，就无法度经历真神话语的真实性。真神甲圣经赐予咱，是爱咱甲圣经的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今日咱一般人会通病就讲，伊拥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却真少甲真神的话甲应用出来。所以有一本册的作者就提到一段互人反省的对话，伊安尼讲有一天有人问我啦，讲圣经带种译本法律上好，我甲回答，上好的翻译呢，就是你甲真神的道呢翻到日常生活当中。伊讲，可是我已经有当代圣经啊。伊还佫无明白中间的道理，伊就回答讲：你家己要正做当代活圣经，道正入心，应该记伫你的生活当中才对。对他可见，研读圣经甲顺服圣经是一步一步来并行的，无讲无一步一步的顺服。咱想讲要来明白圣经真神的话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应当爱有顺服的心。上面咱要来用什么种的态度来读圣经呢？就是讲咱要有信心。当开始读圣经的时阵，有真侪真神的作为，亲像讲万物是真神所创造的，神的技术啦、人物特殊的造物啦，敢若亲像真歹来接受。因为这记载有一寡部分咱所受的教育，甚至呢家己的想法是无共款的，就产生怀疑。那呢圣经的内容，你就感觉讲这敢有正确？所以读圣经的时阵，咱首先呢爱存着信心。因为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3节讲，咱因着信，就知影诸世界是借着真神的话所造成的。安尼所看见，并不是对显然的物件来做出来。意思讲，真神对无当中创造出一切万物，并不是万物家己来进化来产生的。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伊个强调，只是所听见的道，甲因无益处，因为因无信心，甲所听见的道来调合。有信心读经，才会当得到益处啦。你有信心来接受圣经一切道理，也就是爱相信以后呢，要介绍有关真神啊、耶稣的道理来追求。咱先来入捌真神，来体验着真神的规律，自然就袂遗弃咯。有片主耶稣徛伫这个基尼撒的湖，就是加利的湖。众人呢会去伊要听真神的道。伊看见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去，请伊呢甲这个船停开，小小离岸，就坐落来，对船顶来教训众人。伊讲煞了，就对西门讲，甲船呢开口水深的所在，落网掠鱼。西门讲先生啊，阮规暝落力拢无得到啥物，但是呢，听你的话阮一落网，结果呢，因着落网，就靠着足侪鱼，讲这个鱼网呢，也险险离开啦。所以伊就招呼迄只船顶的同伴来帮助，因就来甲鱼呢装满了2只船啊，甚至呢船用要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就拍好伫耶稣的骹头有前讲：主啊，离开我是一个罪人。伊甲一切做伙的人，拢公影这一网所掠鱼。
伊诶东伴、东江、西米台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免惊，对他以后吼，你要得人咯。因就甲两只船吼，甲靠岸，并且呢，就放了一切所有诶，来跟对着耶稣。这就是因诶信心啦。听从主耶稣诶话，就亲像古早时阵这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里面所讲诶，这信徒呢，因为有体验，所以来归信着主耶稣。因为因听见主所传诶道，就领受了，嘛无了做讲这是人诶道，乃是了做讲这是真神诶道理。这个道实在是真神的，并且运行伫这三神人的心中，所以咱读经吼要有信心。咱要用什么态度来读圣经呢？咱必须呢要倚靠圣灵，因为圣灵是真神的灵，伊要帮助人来了解真神的意思。主耶稣伫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指示伊的门徒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咯，伊要引带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伊毋是凭着家己讲诶，乃是甲伊所听见诶拢讲出来，并且甲将来诶代志甲恁讲。主耶稣门徒伫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34节内面咧讲本来对主耶稣所教训一切诶代志无明白，尤其是主耶稣呢要对死来复活诶代志。但当门徒得了圣灵了后，就全部拢明白了，因信心就坚强啊。所以伫读圣经的时阵，咱来用虔诚的心来向着真神来祈祷，求真神来拍开咱心中的目睭，互咱会当明白更较侪真理，互这个灵性呢会当得到更较水的造就。伫这个分秒必争的时代呢，毋好甲这个祈祷求圣灵的代志，这个时间呢，较当作这是浪费。假使做实的人、做惨的人，若是无抽出时间去磨来伊的镰刀呢？伊的镰刀就会钝去，免挂这个丢呢，会当是白忙啦所以今日信者呢，也是讲无朋友，咱毋通袂记哩。伫这个无言当中，咱毋好失去这个属灵的开展。另一面，咱要遵照什么态度来读圣经呢？爱谦卑啦。咱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主观若卡使真强的时阵咱就真无容易听别人所讲的，也真无容易来接受别人的建议。但是一个谦虚的人，却是会当来接受别人的想法，然后做出上适当的判断。读经的时阵呢，嘛是安尼啊。咱来当心存着谦卑，真神的话语呢，伫咱未明白的时阵，咱就袂讲用主观去批判着这个圣经当中各种的事业。圣经当中有真侪道理甲预言，并不是讲咱一般初学者，咱一看就看明白的。咱真需要别人去甲解释，就像圣经使徒行第8章26节到40节内面所记载这个就为埃提阿伯这是伊索比亚的太监这就是今日咱这个伊索比亚迄个国家叫做埃提阿伯。这个国家有一个太监，伊是一个财务大臣，伊有敬拜真神的心，所以伊无少的辛苦到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伊回庭的时阵，伫这个车顶咧读圣经。当伊无明白真神却安排一位传道者叫做腓利，甲伊来会面。结果呢，伊真谦卑来请教这位传道人。伊弟兄家讲，因为伊谦卑的态度，所以望着主来赏赐伊救因。因为安尼读圣经的时阵，若是讲无明白的所在，咱毋免灰心啦咱当存着谦卑的心，请教已经信耶稣的人，实在是朋友咱过来讲这个个人读经的这个经验谈咱做一个参考。咱伫这个罗东，咱遐有一个长老做李义行长老，伊讲伊读经的这个经验讲伊正开始咧读圣经的时阵是逼迫的啦，因为伫1945年9月的时阵，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拄结束，伊拄对军中退伍，返来到故乡。当初时呢，这个传道人足少的。来这个劳动教会咧无养，所以退伍2-3年了，就向安排来帮忙这个讲道。咧讲道是无养的工作之一啦，是真神所托付的所以必须爱心中有物件，才当帮到别人。所以伊就感觉讲，这熟悉这圣经足重要，读经也成做伊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伊厝呢住伫罗东，伊就业伫宜兰
大概是差不多10公里安尼吼。每日透早7点40分以前吼，伊就要出去搭车上班吼。下午下班回来已经差不多6点半左右啊。所以暗顿食饱洗身躯了，就去参加这个暗时的聚会做礼拜。回来了后已经是9点外，我若是热天的时阵，差不多10点外。有当时处理一寡家务代志，来困吼，透早又去到会堂去祈祷。厝内面呢，因为无时间读圣经，所以准备2本圣经，一本放伫厝内面，一本放伫迄个机关的办公桌顶面。伊大部分拢是利用办公剩的一寡懒散的时间咧读圣经。平时一到这个办公厅签到了后，伊还未接触这个公务以前呢，伊就先读这段圣经。或者是公事比较较少，有剩的时间伊也读圣经。所以无一定讲有一定的读经的速度吼。起初呢是为着讲道需要熟悉圣经来读圣经。所以全卷圣经呢，以通读甲精读就是讲，毋是研究啦，是甲这个圣经的道理甲消化伫这个灵命内面，甲读一遍。以后呢，伊甲宣读。所以伊讲，伊读圣经的态度，伊有一个心得，就是讲，第一项就是讲，所读的一定要明白，清清楚楚了解真实的旨意。伊讲，伊听见有人咧讲道。咧讲到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0到第8节，伊听到因咧解释讲，这就是保罗当兵咧要死安尼解释，伊讲这就是因为无明白保罗写俾提摩太这个后书的背景，第一个伊甲解释唔对，所以咱读圣经嘛是爱有一寡参考册来帮助咱明白圣经。伊嘛咧讲，这读圣经爱吸收圣经。起初是为着应付讲道来读圣经，后来呢为着这个灵命就讲灵命成长来读圣经。亲像肉体为着生存需要食物件同款，所以读圣经的时阵呢，有当时拢思考了一段或者一节圣经的教训，真实呢对咱有啥物种的指示，有啥物旨意无？爱咱安尼去做。我现在是毋是有照安尼去做？像保罗伫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所讲的。圣经伫教训、督责，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互属神的人伫完全避免行各样的善事。人拢是有软弱的，看别人的缺点是容易的，家己的缺点却是无法度发现。但愈读圣经，愈发现家己的缺点，就愈想要来灵修。像做诗人伫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内面，安尼。祈祷讲着讲真神求你监察我，知影我的心思，试炼我，知影我的意念，看伫我内面有啥物恶行无，引带我行永生的道路。一般人拢真容易看到别人目睭当中有刺，真难咧发现家己目睭当中有影目。只有真神的借着圣经的亮光，射到着咱的心中的时阵，这个影茶才会显露出来。伊讲伊就是安尼啦。以前伊一直拢看别人目睭当中有刺，伊毋捌看到家己目睭当中有影目，所以现在伊感觉无共款家己目睭中的这个影目愈来愈看得愈清楚，而且真懊恼讲这块这个影茶它会一直存在。每一遍伊就规日祈祷，伊拢先为着这个除掉家己目睭当中的影茶来祈祷啦。第三，伊经验来讲爱增加这个灵的开力。有一遍伊陪这个中官去赴宴席，这是一个餐厅的酒家伫这个宴席，出到一半的时阵，忽然之间煞出现着4个酒女出现啦。当然这是生意人所安排。有一个坐伫伊的边大家拢足欢喜，好嗲咧，甲这个酒女又搁算会搁啉。这个时阵伊心内咧祈祷，讲要来应付这个场面。伊就安尼想讲，创世纪39章的12节，约瑟甲衫等伫妇人人的手内底，伊就对外面走去这经节，伊随时就起来离席。当这时虽然有人咧甲踢笑啦，但是感谢主，互伊真勇敢来离开。所以坐坐读圣经，甲耶稣基督的道理呢，丰丰富富存伫心内。拄着的时阵就免得甲伫这个社会的世代当中来跋倒去。第4项伊讲迄
伊的经验就讲，这读经会增加信心，读经甲祈祷会增加信心。为什么呢？互咱会当搁较亲近真神。伊讲有4位后生查某囝，中间有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吼，因细汉的阵吼，拢患了真严重的病。这若是到一般的大规模的病院，拢爱去住院啊。但是伊拢差不多去诊所看一下，伊拢全部吼，拢靠着祈祷来度过着危险甲重病的艰难。当时是囡仔破病较足严重啊，但是伊一点仔拢无惊吓，也是心狂拢无。伊甲一切呢，伊这个性命拢交代予主，所以真正体会到约翰福音16章3节内面所讲的，伫主耶稣内底有平安，伫世界上咱有苦难，但是咱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赢过了世界。所以伫这个多灾多难啊，济危险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神所救助，如果是魔鬼所辖制，读圣经会当加强咱的信心，帮助咱平安行过死荫的幽谷。伫这个黑暗的世代内底，真神的话要成做咱脚前的灯，成做咱一生的引带。伊乐意积极会介入咱的生活当中的每一方面，透过着每一日的读经呢，伊要引带咱来面对着每一项的挑战。咱敢若亲像一个爬山的人同款，伫这个山顶真容易跌倒，或者是无力退后。因安尼，咱来谨记着约书亚记第1章的第8节里面所讲的，这个律法册呢，毋通离开你的嘴，总爱每日来思想，好互你遵行这册顶所写一切话。安尼你的道路就可以行通，凡事顺利。所以过去呢，约书亚体验到这种应许，当嘛有足济的基督徒经验过这种应许。无怪有真出名的这个医生，安尼讲我一日上宝贵的这个时间，就是起床了后30分钟，我用中间20分钟来研读圣经真神的话，规工的生活就感觉足充实的啊。所以咱会当试看卖啊，你是不是会当发现到神所讲的话？咱会当甲试看卖啊，你就会发现到所讲的真正无虚空啦。所以求主耶稣将圣灵临在着咱亲爱的听众朋友，互咱会当看见，将稳重的真神话语内底的真理呢，来启示互咱，互咱伫圣经当中呢，来得见着真神甲救恩，并且勇敢来接受这个大恩典。今日这活命的牛这单元喜神呢，就甲咱分享到这，咱大家平安。